歡迎使用 Xclaim AI 平台，成功登入賬戶，入到主頁之後，撳建立新案件就可以開始啦。首先輸入案件資料同改個名，角色方面可以揀申告人或被告人，我哋揀被告人，再撳繼續。最後同意服務條款同私隱政策，就可以進入工作區啦。第一步，上傳文件，將收到嘅申索書圖片直接拉落上傳區，搞掂就撳開始 AI 分析。第二步， AI 會自動掃描並填寫關鍵資料，請核對清楚，有錯可以手動修改。第三步，生成陳述書，喺表格類型揀抗辯，然後用自己文字簡單寫出抗辯重點，例如輸入我代表第二被告，原告指控無據，寫好之後撳嗨撰寫。另外還有其他表格給你選擇。AI 會將重點擴展成專業嘅繁體中文答辯書，預覽無問題之後，撳匯出 PDF， 下載後簽反名，就可以直接交俾小額錢債審裁處啦。